老乡们呐，赶紧哈回来呀！老家的钱好高啊！你瞧我爸家买的几个房子的，妈给他晒那冷夏天去，我跟你说，一个篓子7个5篓斤，10个篓子就7个5篓10斤。我爸的不止10个篓子吧，15个篓子，你算啥啊？不等那别人80到手了吧？没那我给你们瞧瞧哈。我跟你说，那都气的房山篓子气的背不动，好嘛？把臭铲子下，还是找辣条下，还是找冰下呢？臭铲子。找臭铲子啊！你瞧好啊！你这裹了裤腰的莫要了，防山泡了啊！那冷夏也不能泡啊！修修补补又1年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爸，怪不得人家给你叫于老妈的，他真会补的。笑死你是！哎呀，你妈耶的！